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好近西貢市中心嘅地下單位，大概1200尺左右啦，租金就32000蚊，買賣就1050萬，1050，前後花園。開放式廚房，3房一廳，3房佈局。步行去西貢市中心都係講緊10分鐘左右，非常方便。呢個就後花園啦，呢個成間屋都係用咗白色做主色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